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内湾老街，听说这里早期是以林业、矿业为发展的地方，现今看似热闹，也曾经荒废过。我们来一探这背后的故事。客家人其实很早就到内湾这边来开垦，也是因为这边有煤矿、樟树这两个产业，外来人口很多。晚上这边就非常热闹，所以才会在山区有这个戏院的产生。那时候其实戏院除了播放电影之外，就是歌舞秀，就在这里吗？对对对，因为你看我们戏院有个大舞台，当时也轰动了周边的这些地方，很多人搭了火车进来看歌舞秀。我们现在把它恢复原来的戏院的生命，能够让游客来到这边重回以前那个年代的一个生活场景，让他再回忆以前的那个看电影的时光。时光流逝，随着林业及矿业的没落，内湾的盛况也由热闹归于平静。透过旧建筑活化保存古早建筑艺术，让老戏院风华再现。它是原汁原味日式建筑，全部都由木头建造的一个老戏院，原本的梁都还是保持砍入式的，所以经过几次地震之后，都还是完整无缺，呈现在这里。哇，其实这代表，其实这个是真的充满古色古香的。对，希望带给游客一个是记忆，一个是回忆。身处老戏院，布幕播放早期的电影，处处可见的历史产物。我发现这里的墙上有流传的客家谚语，还有道特殊的料理。早期时代，猪肝比肉还要贵，想让阿婆尝到猪肝的美味，孝顺的媳妇突发奇想，把绞肉和芋泥拌在一起蒸熟，来仿效猪肝口感。以前物质生活没那么好，拌一拌啊，去蒸熟之后，做给阿婆吃，真的是满心欢喜，一下子她身体就健壮起来。所以我们把这道菜衍生到现在，用的是后腿肉来做改良式。早期的客家人啊，是非常的孝顺的。对对对，我们把它叫做阿婆的孝顺菜。走入内湾，踏进老街，在日式建筑古朴的戏院里，原来身后有这么多的故事。我穿过老戏院的时光隧道，细细品味过去内湾的繁荣时刻。